南韓超人氣的女子團體 TWICE 今仔日開始要佇台北的大巨蛋開3天的演唱會。其中一個成員是台灣的查某囡仔周子瑜，伊是提前返來台灣，閣來擔任着連鎖超商的品牌大使，都參 TWICE 的官方的社群媒體冒宣傳。有網友發現講，這個官方的鋪文第一個出現着台灣的字樣，是互濟台灣歌迷真感動。去年11月，周子瑜帶團員頭一屆回來家鄉開演唱會，這是伊出道超過10檔上紅夢時刻。大家好，我終於帶我的成員們一起來高雄啦！用上熟悉語言感謝每種的支持，也閣來個講到高雄，互全場的歌迷有夠感動。這個 TWICE 閣再來台灣，自今仔日開始連續佇台北的大巨蛋唱3天。周子瑜閣擔任超商的品牌大使。有網友發現 TWICE 的官方文章頭一個出現台灣，每種攏講這根本是歷史性的一刻。周子瑜的媽媽天寶貝查某囝，那個人形的徛牌翕相，閣買聯名商品甲讚聲。實際上，周子瑜早就提早返來，其他成員是佇昨才到台灣。那恁帶頭做情，某某志豪定言對佇後壁，採用甲米娜底薄啊掛翠紅甲烏淨的目鏡包甲目睭睭，啥人是大方向鏡頭來拍招呼，啊那都嫌因為骨子無法度來。計無到半冬 ，TWICE 第2屆來台灣開演唱會，今仔日下晡 VIP 就會當先入場看彩排，每場替周子瑜讚聲，歡迎伊閣再登上家鄉的舞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